真的很像。其实刚做好的时候我还吓一跳，很像伴娘哎。然后一穿西装有没有？我们很像婚礼歌手有没有？你们最近有要结婚的可以报名。刚刚歌听不懂对不对？还有第一次听我唱歌的朋友，我大部分都唱母语歌比较多啊。听不懂的话，外面有卖专辑，有附翻译，而且除了中文以外，还有英文跟日文。对，你可以介绍外国的朋友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，都一样啊。好像蛮有好处的哦，然后翻译那么多，会不会以后台湾的歌手都很喜欢把自己的歌词翻译成很多版本？啊，对。我在想说，我下张专辑要不要翻译成法文啊、西班牙啊、德文这样？啊，翻译那么多，然后还是没有法国人买。讲法语的人多吗？好像只是觉得法语比较浪漫。台湾有人在学法文吗？除了学校以外，这边有人在学过法文的有吗？没有吗？太骗了！自己说有，很有自信，然后学。哎呀，你们都这样子，难怪我们的小姐都被骗走了。你知道最近那个原住民跟那个怎么讲，就跟一般就是非原住民通婚的那个事情越来越多了。所以我们都很爱自己文化，然后我们那边的小姐都还是嫁给别人的。要嫁给原住民，也不嫁给阿美族，还要嫁给黑黑的排湾族啊。还有没有？这样有人身攻击的意味，黑的好啊。表示有在太阳底下工作，健康。哦，很奇怪啊，越来越多通婚的，然后不晓得有没有把文化的那个，我的感觉就是认同啊更打开。其实爱情没办法阻止谁跟谁在一起嘛，谁跟谁结婚，但我觉得应该要更包容才对啊。不晓得现在台湾对原住民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一般大众还好。我也很帅啊，我也想嫁出去啊，嫁远一点没关系，嫁到法国啊，远一点台湾也好，远一点小琉球之类的，还是金门马祖，好远哦，金门马祖，也不到，坐火车没有。啊，怎么讲到这里？婚礼歌手。我要唱一首歌啊！其实这是我因为我在部落，其实有在带我们部落的国高中生年轻人，其实也是从他们身上就观察到了一些很有趣的，就是以前可能社会比较封闭嘛，原住民跟原住民交往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原住民跟原住民结婚的几率也比较高。现在可能社会比较开放，然后小朋友的交友的对象啊，都不见得都是原住民，然后就是有些小男生呢，就是发觉没有人喜欢阿美族。是母系社会，我们有一个很可怜的状态，就是因为我们男生阿美族的男生太习惯被人家追了，跟一般的社会不太一样。我们很享受古时候那个被追的感觉，所以我们极力要恢复传统，希望人家来接住我们。可是这个社会大众好像不太一样，现在都是还是喜欢就是男生追女生主动一点比较好。然后所有的女孩子都被追走了，然后一群小男生就这两个都单身，单身有一个最近谈恋爱了，看别人呢。我不告诉你哪一个啊，等下签名的时候看到肤色红润的那个，他已经红润将近快1个月了我就看。谈恋爱了，谈恋爱了，对，有问题可以问他。也是因为观察到一些小男生就是比较没有怎么交往的对象，就写这种比较敢油意。就是在想歌词内容，就在讲说，亲爱的女孩啊，你们到底喜欢什么？我觉得虽然我很穷，但是我很努力工作赚钱这样。虽然我不是很帅，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努力学习更多的事情。这歌词大概意思是这样。然
你们听听看这首歌，会唱一起唱哦。好，今天改成气质版本，走巴萨诺瓦路线，巴萨诺瓦呢，改有意。Kamu kan ku, aku keteraku.